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韓愛英。喺市面上銅錶嘅選擇係比較少，所以今集我哋就揾嚟呢3款性價比高嘅 Steinhart 銅錶介紹俾大家。首先就要講下呢隻錶最吸引人嘅地方，就係4000零蚊就可以買到呢隻咁高質素、咁吸引嘅青銅錶。咁好多錶迷都知啦，如果用青銅呢種物料製造出嚟嘅銅錶呢，當氧化嘅時候呢，係會變化得好均勻嘅，唔會起一笪笪啊，唔會起銅綠。而戴得耐日子嘅青銅錶呢，亦都可以用散銅布抹一抹呢，就變翻好似新嘅一樣。簡單講下個規格先，咁呢隻係用緊瑞士嘅 SW200 自動手上鏈機芯，咁係瑞士製造嘅。錶面呢就採用咗藍寶石嘅水晶錶面，有埋防反光嘅塗層，再配搭埋呢個單向旋轉嘅計時錶圈。手錶呢係有300米嘅防水啦，採用咗螺絲鎖把的。再配搭埋呢條原裝嘅蝴蝶扣彈弓錶帶，咁戴上手係非常之貼手嘅，咁都係採用咗一個厚橋，錶底係旋入式嘅錶底，咁都刻有一個海馬嘅圖案。而家手揸住呢隻就係皮帶款啦，都係配以翻一個銅嘅錶扣，咁呢條咁有味道嘅復古皮帶都係打住 handmade， 係人手製造嘅。咁仲有呢3款嘅銅錶喺錶面上都有個特色嘅，就係採用咗有拉絲紋嘅錶盤，望落去嘅層次感就會更加豐富啦。咁最後出場就係呢隻布帶款啦。咁大家都見到啦，錶帶面頭都做咗個殘舊嘅感覺啦，都係配翻個銅扣。咁再反轉睇啦，其實個錶帶嘅底部就係用咗真皮嘅皮帶配襯而成嘅，都係一條 handmade 人手製嘅錶帶嚟嘅。咁呢3款手錶都有一個瑞士級數嘅藍夜光啦，夜晚睇就非常之清晰。咁呢款咁有特色、性價比高嘅瑞士機芯、瑞士製造嘅青銅手錶都係賣緊4000零蚊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上嚟我哋門市試下嘅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